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2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公家办理公家营运的实验小学推动正日第2档，上午由市长赖清德主持进行西门国小、志凯国小、文和国小以及楠梓国小这4间实验小学的联合教培仪式，也向新咱市的学生给了另外一种新的创新学习选择。伫咧西门国小气势十足的鼓声当中，4间国民小学转型变成为实验小学的联合教培仪式正式开始。会中也透过影片分别展现出西门国小对双语教学的用心，志凯国小对生命探索的重视，文和国小伫咧日龄学习的投入，以及楠梓国小伫咧艺术文化的经营等等。市长也强调，唔通为着创新去办理实验小学。应该为着囡仔的未来去考量，来进行在地化的教育。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之后，地球变平的人跟人的距离变近了，接触的人变多了，所以很多人花了很多的功夫会着重在国际化。那这个本来就应该，但国际化呢，风潮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越来越多人认为，在地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从在地到国际所以呢，实验教育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就第3个精神就是在地的在地。那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4个实验小学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强调了一个在地的精神。3、2、1，请揭牌。这4间台南市实验国小甲拜甲招生，将会开启咱市教育的新风貌。市长伫咧会后也一一参观这4间实验小学伫咧教学上的成果，并期望就有安尼翻转台湾的教育体制，为学生开启希望的未来。台南新闻网赵忠中采访报道。台南市第1间5星级酒店为着要庆祝今年已经迈进第16档，不但提供侪优惠，伫咧9月份期间的消费，也有机会抽日本来回机票。上午该饭店以做16岁当大人的心情，盛大举办生日餐会。伫副市长张建元甲侪市府以及主管的祝贺声中，共同陪伴台南市第1间5星级酒店过16岁生日，场面盛大。大一至16周年庆正式开始。大一励志呢有很多优点那我们这个优点呢，我想从我们的创办人2位大董2董，这个台南的企业家就是比较务实。然后我想他们把他们做生意的这种成功带到这个饭店来，然后这个饭店呢能够兼顾品质那这个又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我相信这是大一励志在台南它能够屹立不摇，16年来业务蒸蒸日上今天登岛了再次跟大一励志酒店恭喜。关起海边以后，台南观光饭店的成长幅度再创新高。虽然竞争激烈，不过相对嘛，吸引愈来愈多观光客愿意来台南过暝一关。对此，酒店表示，徛伫行销台南，将拼做大的思考，对城市发展才是正面。其实我们整个台南市的发展呢，一定要很多新的旅馆、酒店来成立，才能够让整个城市的饼做大。那包括我们每一次出国的展览呢，不是只有展览大一励志这个酒店，我们整个行销的是大台南市，包括我们的奇美博物馆，包括我们对面的蓝晒图文创园区，一定希望能够把这些台南的特色
发挥到更大，让更多的旅客对台南有吸引力，我们整个台南的旅馆业才能够有更蓬勃的发展。那这一点呢，我们一直持续努力的在做。那最近呢，我们才从我们东京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做了很多一系列的宣传，也希望能够把整个大台南呢这个城市的形象能够发挥到更大。国庆基饭店这10会嘛特别推出花莲原住民结合广东菜创意料理，相当特色，每家市民做回来体验不同的饮食文化。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饼观光真侪外籍人士来到台南，对着咱的庙宇拢会真好奇。不过受限语言，无法度体会到宗教文化的内涵。所以市府伫咧推动乡义环境的同时，嘛列入大庙来做示范，甚至连签诗嘛加入了英文以及日文来对照。全台湾寺庙超过2万间，数量才是咱台南上济，所以市府民政局为迎合外国观光客来台南参访有在地特色的宫庙文化，所以甲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合作，举办英语友善寺庙。主要协助因建立乡义的环境，包括手庙、天坛等大庙，甚至也将联签翻译成英文甲日文，让外籍游客马上了解签诗的内容。那因为台南的寺庙其实都有它的非常丰富的文化特色，本来就吸引了非常多观光客到这个寺庙去参访，那也会遇到说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跟习俗，他们怎么去了解哈？所以我们这些庙宇也都非常积极，也非常乐意的跟来做结合跟配合，因为他们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哈。那我们现在包括连签诗的部分呢，也有英语的签诗、日文的签诗哈。那主要这样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可以让这个游客他自己在做抽签的时候，也可以充分的去了解那个意思哈。民政局长表示，目前试办的阶段，邀请9间拢是大庙，都希望建立示范模式，让其他的庙宇来参考，主要让游客了解宗教礼仪，避免无必要的误会以外，也希望打造全台独一无二的英语优先寺庙。电新闻本局郭博义采访报道。据我了解，目前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总共安养60位清寒的植物人，不过需要2点钟抽痰一摆，算是维持因生命基础，煞受限经济，一直拢无换过。所以今年该会希望民众会当利用满豆的文旦，互因会当一步一步来做替换。对满创世基金会满豆文旦拢是小农李明燕连续3档捐出120克要来帮助台南婚姻的心意，要互民众透过认购应景食美味，同时可以当做爱心。而且今年特别的是，伫网络经营拥有70万人气的婉婉儿，嘛专工对台中来替创世代言，以嫦娥装扮来欢喜开唱，希望带动更加多人来关心植物人。植物人的话，我也是很想帮他们，因为我也是觉得说他们就是都不能动。然后以前就是也是自己家里面也有老人家，然后也能明白说他们躺在那里又不能动，这样再加上我前阵子也是有住院啦，我真的是也是躺在病床，觉得说我快受不了了，而且我躺3天而已，而他们要必须一直躺着，而且不能表达，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来就是帮他们一点点事情这样子。创世基金会伫迎接中秋的时，有这么多热心人士爱心，真正互因做感动。重点嘛，希望汰换掉真老旧的抽痰机器。我们台南分院在台南这边服务院民也将近30年了。那很多设备呢，是他们每天24小时都必须使用的，那使用率非常高。那因为尤其是呼吸道的设备，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维生的。一个设备，所以更是重要。那这个汰旧的部分呢，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压力，一个经费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义卖所得会作为汰旧的呼吸道相关的设备的那个更新，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有意愿认购文旦的民众，会当卡爱心专线0626016555。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2017艺术禁区巡回37区的表演，将要伫咧8月26号开始，连续3个月的周末假期，由国内23个知名的表演团体，分别前往大台南的37区进行户外表演。这部类型非常的多元丰富，其中部分精彩片段，带大家抢先来欣赏。đoàn剧团用歌声唱出济济伫咧工厂内底做工课的小女工因的心情，另外由台北曲艺团趣味的搭喙鼓表演，这个拢是2017艺术禁区表演的一小部分。这届会有23个国内知名表演团体伫咧大台南37个行政区巡回表演，同时今年也结合了文化小旅行的活动，互来欣赏戏剧的民众会当更加深入了解台南每一区无同款的在地特色。艺术禁区大概6年来已经超过100场的演出，那参与的民众已经超过14万人次，所以已经获得民众非常大的一个肯定。那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各区公所大家也都非常的支持，来投入相关的一个宣传。那今年我们第7年邀请了23个团队，要进行36区的一个巡演哦。那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精彩。那即将从8月26号从我们的南区开始启动由悠人神鼓来做首场的一个演出。那也希望在我们艺术禁区的期间，有更多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参与观赏。艺术禁区开办以后，表演场次超过100场，也吸引超过14万人观赏。今年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民众上脸书找艺术禁区粉丝团来了解相关更加详细的表演资讯甲场次。台南新闻网站张永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精神保护会为着要让这届精神保护节庆祝大会内容更加多元精彩，因此特别以《根宝之爱》这首会歌作为指定曲，伫咧全台4区办理歌唱比赛，希望让精神灵或者是会内志工会当有机会来展现歌喉。同时，借这首歌也要唤起社会大众投入精神保护的工作，鼓励因展开新的人生。更保之爱，有我有你，珍惜每一份感情，拥抱这一片土地。这首《更保之爱》是台湾精神保护会第70周年时阵所发表的会歌，这次为了庆祝精神保护节，特别以这条歌作为指定歌曲。伫全台北中南东4区办理歌曲比赛，上个伫南地检署举行南区初赛，场面相当热烈，也跳脱以往地检署互人严肃的气氛。更生保护会，不管是总会，不管是这个各地方的分会这个人才济济人才济济，有很多工作伙伴都是多才多艺，那也有很多是
歌艺很好的这个工作伙伴啊，很多人都希望说在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来一展歌喉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在筹办这个初赛的活动期间我们就发现说，好像有很多人想要报名，结果我们我们是筹办单位哈，我们希望说各这个分会啊能够节制一点啊，因为时间跟这个报名的这个名额很有限啊，不要让这个报名这个参赛爆炸啊，参赛爆炸，所以呢，这个今天来的一定是好手中的好手。南区初赛的参赛者包括台南、高雄、嘉义等地区热心参与经生保护工作的辅导志工、经生人甲一般社会人士，各分会伫检察长以及主任委员的号召之下，积极组队报名，总共有150多人报名参加。而各区初赛第1名的参赛者，将伫11月10号伫经生保护节庆祝大会进行决赛。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敢有伫咧汽车维修厂内底食饭的经验？伫咧安平就有一间餐厅的业者，因为少年的时阵对改车真有兴趣，所以就想到讲要将餐厅打造成为汽车维修厂。小朋友伫咧店内不但会当穿上维修员的服装，佫会当实际动手换车链，大人囡仔拢算甲有够欢喜。小朋友穿上汽车维修厂的工作服装，摕着工具，实际动手换车链，佮坐上车椅，手换hand道路，体验开车的感觉。高兴。你是很喜欢车子吗？还喜欢啊。喜欢哦。啊，你最喜欢？你是喜欢开车吗？还是喜欢修车的部分？开车。好玩吗？好玩。这个看起来甲汽车维修厂无啥物差别的空间，其实是一间餐厅。头家发挥创意，将修理车甲食饭这两项并无直接关联的代志结合做伙，打造成为独一无二的汽车维修主题餐厅。因为年轻的时候对改车子比较有兴趣，所以3天2头就跑到汽修厂啊、改装厂啊。到后来我发现它跟餐厅结合的话，应该是蛮有冲突感的，所以就酝酿了这间餐厅。像会提供给客人一种寓教于乐的一个感觉，像实际的引擎运作，然后用皮带去带动，让你看到内部的运作的细节啊，还有操作区，可以让你实际去更换备胎，小朋友可以学习怎么去更换，当然是大人操作为优先啦，小朋友有小轮胎可以玩。业者佮特别将报废的校车直接驶入去店内，布置成为儿童游戏的空间，让囡仔伫内底放心佚佗，而大人也会当安心食饭。不管是表面，也就是每一个角落，拢看到店家的卡司，让人真正有一种坐伫汽车维修厂内底食饭的氛围。是因为被门口那个汽车吸引的，有汽车造型。那进来之后，你有看到它的一些装置啊？有啊，觉得非常特别，很工业风，就很特别啦。因为我吃过主题餐厅，没有像这样子，哎呀，这应该算是台湾第一家，就觉得蛮新鲜、蛮有趣的。对啊，可以让小孩子来做一种初次的体验，这样。除了伫餐厅的布置甲气氛的营造落了真大的功夫，业者伫餐点菜色方面也特别设计个人化、家己 DIY 的铁板烧。会当自由选择介意的食材落去搭配，享受这种泡菜的快乐。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台南永康的汽车旅馆业者，因应将要来到的七夕情人节，特别结合户外的电视墙啊广告业者，推出七夕大声说爱活动。民众只要上真实山的脸书专页来留言，就当帮民众拍出想要讲的话。伫咧电视墙啊顶头呈现出来，这寡甜美的文字，每一个字拢是真人之间充满爱意的告白。即马透过汽车旅馆业者七夕大声说爱活动，真清楚铺现伫这看板顶头。这是即间为伫咧永康的汽车旅馆业者所用心设计的活动，希望每一对有情人都会当做伙过较幸福。
因为现在情人节快要到了，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机会来帮一些就是情人来完成大告白的动作，不管是说有没有在一起，就是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这一次的机会来帮你们做一个大告白。那这一次的活动的话，我们是结合户外的电视墙的业者跟我们的旅馆去做一个配合。那只要上我们旅馆的脸书去留言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帮您大告白的机会。那也有机会可以抽中到我们的休息券。就是泳池房的休息券，或者是说游安平港的体验券这样。七夕大声说爱活动，详细的活动办法拢公布伫咧真慈山汽车旅馆因的脸书粉丝专页。同时业者也有办理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幸运得奖的民众会当来到这间环境优美的汽车旅馆，甲精灵做伙，好好啊放松一下。咱的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有人讲后生查囝是父母顶世人的精灵，为着要照顾父母的健康，更鼓励大众伫咧精灵节的时阵爱陪伴爸爸妈妈。台南病院特别设计2套健康餐的菜单，希望借由饮食要来降低老大里人得到心血管疾病、中风以及失智的机会。照顾老大人的健康，就要为饮食方面开始做起。对此，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营养师特别推出健康套餐的菜单，提倡有效防治高血压、高血脂的特殊饮食，以及会当预防中风、失智、癌症、降低帕金森氏症、甲阿兹海默症机会的地中海饮食，来互长辈食到美味，也食了健康。特殊饮食呢，它是美国卫生研究院呢，它特别提倡说能够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那它的主要内容呢，是包括呢全谷类，还有呢5蔬菜5水果。那其中呢，它非常的重视的就是说，它牛奶要有2杯，因为它能够补充足够的钙质。那还有呢，就是以白肉取代红肉，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那还有呢，它也鼓励大家呢要吃坚果类，因为坚果类呢，它有很多的纤维啦，还有高钙、高镁、高钾，都符合呢预防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元素。地中海饮食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很富抗氧化的一个效果。它很多的研究呢证明说，它是可以预防中风、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也可以预防癌症哈。那它也可以减少呢阿兹海默症它的这个发生率，所以呢，事实上地中海饮食目前非常的受欢迎。它主要的这个原理呢，就是说它每天呢要包含有橄榄油，还有大量的蔬果以及豆类哈。那也鼓励大家呢每个礼拜的都能够吃到呢一些海产啊、鱼呀、或者是像鸡肉啦、鸡蛋啊，或者是牛奶这些。除了健康的可能以外，营养师佮特别依照老大人保物件的功能来分做2套菜单，不但包含6大类的食物，有高蛋白、高钙、高纤维、加抗氧化的特色，又适合喙齿无好的老大人方便食的2级食物，互无胃口也则是紧食的中者，有丰富多元的菜色会当享用。但是本家山林根采访报道。伫咧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8度至33度，落雨几率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